市府争取中央补助小黄公车，除了原有的白河、南西、玉井、左镇、龙家甲大内等12条的路线，上午阁新增加7个的蓝26、27、28 3条路线，由市长黄伟哲甲交通部公路总局共同主持通车典礼。小黄公车已经是被证实，而且被民意、民众这个肯定的一个交通建设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偏远地区，大车不好走，那对于客运公司来讲，成本不划算，然后他就没有心去改善他的这个服务品质。那对于这个民众来讲，如果说大巴士跟计程车跟这个自小客来跟他选择，他一定选择小车啊，所以说是小车的享受，大车的公车的花费，那对民众来讲，当然是比较CP 值最高的一个计程车，而且基本上舒适度、快捷度，而且方便的程度都是提升。那在偏远的地区，我们想也希望说借着这个小黄公车的开通，能够让许多年纪比较大的，或是不会开车的，或是有这个需求的民众都能够来利用。市府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，这届服务的地区部分并无伫咧主要的干线，亲像嘉义的农民之家，过去公车拢需要特别来驶路，现在以小黄公车来代替，会用咧让营运更加有效率。目前3条路线，逐工拢有6班的固定班次。另外，民众嘛会用咧预约叫车，只要2人以上来共乘，前一天拢会用咧预约，用公车的票价来享受客停车的服务。台南新闻因根采访报道。